就唔好再諗自己嘅細路去香港讀研就係喺內地讀啦。咁今日呢，用我身邊嘅真實案例，1分鐘同人哋講清楚3年後嘅差距真係超出你嘅想像。我有2個學姐，當年分數係差唔多嘅，咁一個呢就去咗港校讀研啦，咁一個就留喺內地嘅985學校。咁3年之後呢，差別係直接拉滿嘅。咁喺內地讀研嘅學姐呢，就人脈呢都喺本地啦，咁非常之適合上考公入國企嘅同學。但係港校讀研呢，1年呢就畢業啦，咁直接省咗2年嘅時間。咁英語呢講得特別好喎，又可以接觸到國際化嘅資源。咁無論係留港入大廠，就係返內地衝國外企呢，都自帶優勢嘅。而且呢，港校畢業嘅細路呢，通常眼界同格局呢明顯唔一樣嘅，咁講嘢同做事都更靈活一啲嘅。所以唔係諗邊個更好，而係諗你屋企嘅細路想要咩。